香港樓市暢旺，交吉盤源亦非常缺乏。快來看看這套港景風低層海景房，單位可租可賣，售價2000萬，租金45000，實用面積778尺相等，72.27平米，戶型3房2浴加多用途房，戶型方正靈活設計，廚房非結構牆，可改為開放式廚房，令客飯廳空間感更好。更因為比前面尖沙咀港威高，可遠眺部分維港及西區海景。前面翠綠寧靜九龍公園，旁邊西九龍重點發展，將會迎來另一番新景象。海濱長廊直通西九文化區，旁邊九龍公園空氣清新，亦是運動的好地方。港景峰位置正中大旺，數分鐘已達尖沙咀海港城，大型購物中心名牌集中地。鄰近佐敦尖沙咀市中心，交通方便外，亦盡享地道美食。2站港島歐金鐘太古廣場，3站中環金融中心，步行數分鐘高鐵站機場快線，樓下跨境巴士總站，對面中港碼頭，正是東南西北通，生活樂其中。請收藏、點讚、關注、留言啊！有興趣快聯絡我參觀啊！